愛麗卡並宣布將會接手領導柯克有份創立嘅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捩點，成為新任行政總裁。總統特朗普現身體育場告別佢嘅重要支持者。佢形容柯克係殉道者，係美國自由最偉大嘅傳播者，為自由同公義勇敢發聲，因而被暴力殺死，而對佢嘅死舉國上下感同身受。Charlie's murder was not just an attack on one man or one movement. It was an attack on our entire nation. That was a horrible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特朗普話柯克並唔仇恨佢嘅對手，而呢個係佢同柯克最大嘅分別，因為佢會恨佢嘅對手，又揚言要全面而終極懲治兇徒。佢並即場宣布將會向柯克追頒總統自由勳章。佢喺較早前響等候發言嘅時候，有同到場嘅富商馬斯克交談同互動。特朗普嘅大仔同柯克關係密切，亦都現身悼念。多個高官，包括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同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等，早前都有上台致辭。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衛生部長小羅拔金乃迪同埋司法部長邦迪等，亦都有出席。31歲嘅柯克係特朗普嘅重要支持者之一，有份創辦美國轉捩點。佢喺今個月10號到猶他谷大學演講，曾經同參加者討論槍械管制等問題，之後遭槍擊身亡，遺下36歲嘅太太以及年僅3歲嘅大女同1歲嘅細仔。佢嘅悼念儀式據報以1級特殊活動評估等級嘅安保規格戒備，同應對美式足球超級碗差唔多。儀式過後，柯克嘅遺體將會喺鳳凰城落葬。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睇下天氣，1號戒備信號生效，預測大致天晴，下晝酷熱，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海有湧浪。而展望聽日初時仍然酷熱，吹強風，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風力進一步增強，同有狂風驟雨。星期3吹烈風至暴風，離岸可能達到颶風，天氣惡劣，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顯著嘅風暴潮。星期4風勢逐漸減弱，初時雨勢仍然都幾大㗎，到隨後1-2日天氣逐漸好轉。休息返嚟會有下一節新聞，我哋轉頭再見。